喺中國地區曾經出現過一個現象，邊一度有麥當勞，邊一度就有肯德基。麥當勞嘅吉祥物係小丑形象嘅叔叔，而肯德基就係白髮蒼蒼嘅老伯伯。同肯德基吉祥物唔一樣，而家麥當勞叔叔好似消失咗一樣咁。點解麥當勞放棄咗吉祥物，仲可以平穩發展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欣一嘅 channel。今集我會從 M 記同埋 K 記嘅歷史講起，然後講下我點樣睇麥當勞。肯德基嘅歷史係一位叫 Harlan Sanders 嘅白髮老伯伯成立嘅。佢出生喺印第安納州，中年時期喺 Kentucky 展露出佢嘅烹飪才華，受到當時嘅州長青睞，從而開始佢嘅事業。但係 Sanders 同好多創業者一樣，並非一帆風順嘅。佢喺65歲嘅時候，因為債務問題而宣布破產，但係就用好短嘅時間重新創業，開始咗肯德基嘅輝煌。之後 Sanders 利用特許經營模式，使肯德基火速擴張。到咗上世紀60年代，由於 Sanders 年事已高，因此佢出售咗肯德基。肯德基亦都因此進入咗資本世界。2000年之後 ，KFC 喺中國地區 CEO 蘇敬釋嘅管理之下，使肯德基融入咗中國本土風味，墨西哥卷、老北京卷非常迎合中國人嘅口味。當時嘅 K 記喺中國嘅營業額係大大超出咗全球嘅其他地區嘅，亦都使肯德基成為咗資本世界百勝集團旗下嘅先鋒部隊。麥當勞嘅總部係喺 Illinois， 起初係由 Richard McDonald 同埋 Maurice McDonald 兩兄弟共同建立嘅。喺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同埋後嚟嘅二戰時期雙重壓力之下，佢哋嘅創業結局最終迎嚟咗同 Sanders 伯伯一樣失敗告終。但係兩兄弟比較幸運嘅係，佢哋冇直接宣布破產，於是轉戰飲食行業，建立咗麥當勞快餐廳。但係同Sanders 伯伯嘅經營方式一樣，麥當勞兄弟都進行咗特許經營權嘅模式。佢哋嘅模式當時亦都出現咗一個毛病，就係加盟店隨意改變 burger 嘅口味同埋品種，於是麥當勞嘅名聲好快受到嚴重嘅損害。兩兄弟亦都對加盟嘅呢一個方式失去咗信心。後嚟係喺一位賣奶昔機嘅 sales Ray Kroc 嘅勸說之下，佢哋又開始咗加盟嘅模式，而且亦都開始同 Ray 合作。不過最終兩兄弟同埋 Ray 因為擴張加盟店嘅理念唔一樣而產生咗分歧。Ray 乾脆就直接買落咗麥當勞，亦即係今日嘅麥當勞。所以其實按道理嚟講，麥當勞帝國嘅真正創始人係 Ray Kroc， 麥當勞兄弟只不過係創立咗麥當勞快餐廳呢一個名嘅啫。Anyway 啦，麥當勞嘅成功除咗有萬人嘅加入之外，仲有佢嘅發明的確係充滿咗革命性嘅，例如兒童套餐再加上好好玩嘅公仔玩具，呢一種銷售方式毫無保留咁樣直接打入咗兒童市場，使麥當勞嘅營業額不斷上升。我買入 M 記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全教育基金，其實就係幫兩個小朋友持有 MCD 股票。當然原因係因為佢哋實在太中意食麥當勞啦，等於股東幫自己公司打下氣咁解嘅啫。美東時間2025年5月1號，麥當勞發布咗2025年第一季度財報，利潤係59.6億$，但係去年同期係61.7億。截止到2025年5月2號，我哋簡單睇下 K 線圖嘅反饋。年初至今1年5年都係向上嘅趨勢，而且更重要嘅一點係以 S&P 作為標的物去參考，麥當勞嘅走勢同埋大盤嘅走勢係非常一致嘅。今年年初甚至係打敗咗大盤。OK，
呢一度可能會有疑惑啦，按照呢一個走勢，會唔會今年之內有所回調呢？呢一點我覺得大家需要自行去斟酌考慮。但係香港分析師建議係亮起咗持有、買入，甚至乎係強烈推薦呢三盞燈。截止到目前為止，麥當勞嘅前三大機構持股人分別係先鋒領航、貝萊德同埋道富。關鍵指標方面 ，operating income 係26.5億$，但係上一季度係27.3億。喺稅率冇變嘅情況下，淨利潤係有所下降嘅 ，EPS 都隨即下降。毛利率、營業利潤同埋息稅前利潤都冇乜太大變化。償債能力方面，麥當勞並冇公布第一季度嘅表現情況，因此我選擇咗上一季度去參考。流動比率同埋速動比率都係努力回調翻嚟嘅。營運能力方面啦，資金周轉天數喺舊年嘅4個季度亦都係不斷下降嘅。我諗係得益於應付帳款嘅周轉率上升。資產負債表方面，麥當勞冇公布第一季度嘅表現情況，因此我亦都係選擇咗上一季度去做參考。可以發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係有所減少，但係存貨係有所增加嘅。係咪用現金去購買咗存貨呢？存貨多係咪一定係好事呢？視乎於存貨係原材料定抑或係食剩嘅嘢。不過呢一點我覺得需要進一步去分析。反正今年之內，我對麥當勞嘅利潤或者係公司嘅增長會持有觀望嘅態度，可以講係話應該會係不過不失，又或者係有所保留。但係長期嚟講，我都係比較睇好麥當勞嘅。Anyway 啦，投資需謹慎。麥當勞發展至今，除咗經營策略嘅成功之外，其公司喺市場上嘅韌性亦都係好關鍵嘅。呢一個品牌喺全球擁有好強大嘅影響力。雖然目前嘅表現狀況係比較一般啦，但係不妨礙佢喺快餐消費上嘅發展。只不過我覺得麥當勞集團實在太大啦，全球各個地方嘅麥當勞文化都有好大嘅區別。咁喺員工嘅管理上，企業嘅文化上，點樣令到員工更有歸屬感？企業文化點樣去更好去傳導呢？麥當勞好似目前都係需要努力嘅。OK， 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如果鍾意我嘅視頻，不妨 subscribe、點個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啦。OK， 視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視頻見，See you。